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品言，欢迎收看《南方特搜报》。台南市议会历届市议员协进会日前在议会1楼大厅举办的联谊活动，将近150位历届县市议员齐聚一堂。议长郭宪良代表大台南第3届议员欢迎所有议员回娘家，市长黄伟哲也特别莅临到场致意。由台南市议会秘书处主办，台南市历届议员联谊活动，3号中午在议会1楼大厅举行，总共席开超过15桌，吸引将近150位历届议员共同出席。最高龄有95岁马树凯与沈在兴议员，包括议长郭庆良与市长黄伟哲，以及多位现任第3届议员也都到场，欢迎前辈议员回娘家。我做着议长了，我一直咧家己要求。台南市议会毋是议员的议会，是所有台南市民的议会。所以台南市议会伫对外是共同市民的议会。台南市议会的议员，那就是一个政党同款。政党内底有足侪派系，啥物党都相共，国民党、民进党嘛相共。议会就是一个政党，议员会当各自表述。但对外议员是一定要团结的。议员若是假使无分政党，受到外口无公平的攻击，或者是污蔑，我是一定挺议员。所有台南市议会议员，嘛会挺这个议员。袂去讲啊，你是民进党的议员拍是好应该，啊你是国民党的议员骂是应该，绝对无这个现象。台南市议会是一个团结的议会。伫内底是各派系各自表述，各政党家己讲出伊的理念，甲政党的诉求，内底拢会当安怎讲，但对外是团结的。我是用这个方式来呼吁着大家议会的这个和谐。每一份办的这个内容，甲这个参加的人愈来愈侪，我非常感谢。我过去一口选出来咱咱个议员第15届。非常感谢，迄个时阵足侪咱县议会真侪咱的先辈非常咧帮忙担心所以认真也是讲务拢有法经过大家担心都变到小可了解但是呢，上重要是咱的经验的传承，甲咱的真侪为民服务的这个传承非常感谢，而且嘛要祝福咱的联谊会。会中议长与议员也一一与历届议员拍照留念，并随桌敬酒。议长郭信良并邀请历届议员协进会的理事长陈朝来与所有议员前辈，希望在圣诞到元旦之间多回议会走走看看，因为届时有一连串的感恩系列活动，包括灯会、花卉展览等，邀请所有市民共同参与。记者林根台南报道。在前镇区的新邦里，1年1次的圣诞日，也是里内幸福学堂的大日子。不仅里民与长辈用心欢度，往年里长更亲自扮演圣诞老公公，分送礼物。今年圣诞将至，学堂便规划了特别的纸折圣诞花活动，替今年的圣诞节预做准备。长辈们手上拿着彩色纸张，用心听着台上的老师讲解。来，注意听哦，可别小看这几张纸，只要几个步骤，马上就会变成美丽的圣诞花哦。你看光鲜亮丽的圣诞花，我们从迄个四方形的做台凹成迄个一蕊足漂亮的花，会当串联做窗帘。这里是前镇区新邦里的幸福学堂，每年一到圣诞节，便是学堂和里内欢度的大日子。往年里长还会亲自扮成圣诞老公公，亲自送礼物。今年则是希望长辈能够一同参与制作圣诞花饰，除了让长辈提早感受欢乐的气氛，也让圣诞日成为成果分享日。12月份25日就是圣诞节，前年是我里长自己扮圣诞老公公。今年好，让我们这些长者志工有参与圣诞节氛围，所以提早布置学堂里面的圣诞节的氛围。像我们今天做的就是圣诞花，
就是让他们不止在学堂，还有让他回去家里的时候，可以教他的孙子，还有在学堂做一做的时候，可以放在我们的关怀据点，当做一个很漂亮的装饰，又能我们办一个很热闹的圣诞节庆。看似简单，其实暗藏小配包，才能够将纸折成小圆筒，再将一个一个的小圆筒拼叠起来，变成了一朵朵色彩鲜艳的圣诞花。长辈们虽然七手八脚，却也乐在其中。你看我们长辈呢，做欢喜的哈，学习心很高兴，让大家也知道，因为圣诞节现在已经是一个世界性的文化习俗我们已经跟世界走为同步，变成一个地球村，大家一起来庆祝。还有1个月就要过圣诞节了，如果有经过欢乐气氛浓厚的新邦里，记得向这些社区长辈打声招呼，说声圣诞节快乐哦。记者张世明高雄报道。日前，市长黄伟哲亲自到七股顶山野放黑面琵鹭，由台湾黑面琵鹭保育学会志工黄世昌发现2只受伤的黑面琵鹭，经过细心照护，也让他们能够在短短不到1个月的时间回归自然生态。市长也特别到场感谢所有参与救援及提供协助的团队，让他们能够用最快的速度回归大自然。台南市政府长期推动黑面琵鹭的保育。台南七股每年都是黑面琵鹭来台避冬的栖息地，今年的数量更是占全球的40%。前阵子因为 N13、N14 被发现受伤，还好被台湾黑面琵鹭保育学会的志工黄志昌发现，并及时救助，所幸让他们在不到1个月的时间内能够重新回归大自然。很感谢我们黑面琵鹭保育协会的各位老师哈，那我们一起来野放，在11月13号14号救起了 N13、N14 2只黑面琵鹭。你看今天12，大概1个月了不到1个月的时间，我们它就已经恢复健康，已经经过评估达到适合野放的程度。那我们也让它早一天恢复这个自由，能够健健康康的在这野外中间少关它1天，让它体力恢复的话，可以开始这个在自然环境中，那是更好的。所以我们很期待黑面琵鹭这个族群这个群体能够更健康。市长黄伟哲也特别在7号的一大早，与黑面琵鹭保育学会及慈爱动物医院等单位来到七股顶山进行野放，同时感谢照护团队的照顾，让他们可以在不到1个月的时间内来康复。市长也呼吁民众，最近气候转凉，如果有发现黑面琵鹭的活动力较差，或蹲坐在地面无法起飞的状况，请一定要赶快打电话通报，缩短救援的时间，来提高他们的存活率，让大家一起为黑面琵鹭的保育来进行努力。记者刘品言，台南报道。第17届的高科大土木系抗震杯正式展开，各高中职校的学生都拿出自己最满意的作品前来参赛，放上抗震台一决高下。此外，今年他们还以木条建构的桥梁，学生们也发挥满满的创意，建造出既坚固又充满设计感的木桥。放上模型，桌子开始震动。高科大土木系抗震杯已经来到了第17届，全国的高中职生齐聚一堂，拿出累积已久的实力来与别校对抗。各路好手都设计出不同结构及造型的模型，放在震动台上，就是要来看看谁是最后倒下的那一个。环太平洋带地震频繁的一个国家，所以呢这个有关于这个结构物的一个耐震原理。这些学理的一个向下扎根，还有呢，我们大概希望能够透过这样一个科普知识的一个传递，让同学呢可以把课堂上老师所传授的，能够来加以实践，或者说加以这一个呢印证。我们会把所有的那个参赛结构物放在我们那边的那个震动台里面。那这个震动台是非常专业的，它是会模拟真实的地震。那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就会把那个震动台放上去，然后让它震，
那通常第一个阶段的时候，那个结构物都是不会倒的这样，那可能大部分都是在第4个阶段的时候会有倒塌的情形这样。各式各样桥梁模型陈列在桌上。此次比赛的亮点，除了测试建筑物的抗震度之外，还有桥梁力与美。学生们透过木条建构桥梁，并且发挥创意设计造型，最后放上测试机组，考验桥的坚固性。我们是参考了我们学校附近的云龙桥进行理念设计。由于拱桥结构它有强大的支撑重量能力，所以我们参考的是云龙桥的拱桥形态。之后我们加上的这些图腾是原住民的元素，之后绑绳子是为了让它的结构更加牢固，不会让它就是压上去的时候马上垮掉。不同排列组合的钢骨结构，眼前的这些学生都有可能是未来的土木技师。而举办这个活动最主要的目的，也是希望学生们能够透过比赛，在实际操作上赢得更多经验，进一步衔接职场。这个活动呢，其实对于这些职校的学生老师们在于课程上应用到实际的案例在业界上其实是有很大的帮助除了现场激烈的竞赛之外，为了鼓励学生将创作的过程保留下来，高科大也举办了微电影的竞赛，透过影片记下每一个细节，而相信不管最后结果到底鹿死谁手，都能够带给学生丰富的经验以及美好的回忆。记者邱建勋、林嘉义高雄报道。现代人注重饮食健康，素食餐饮取向也成为越来越多人的选择。长春素食以吃健康的老邻居这个理念，32年来持续带给消费大众健康美味的蔬食料理。现在更推出了年菜组合，提供消费者除了大鱼大肉之外，另一个健康的选择。过去一般人会认为吃素是因为宗教信仰，但近年来随着食安议题以及健康诉求，也有越来越多人选择吃蔬食。长春健康素食餐饮连锁32年来持续推动假健康的好处比理念，得到许多老顾客始终追随。而且因为料理手法用心，口味多变，就连小朋友也同样爱吃。因为其实觉得第一因为在这边工作啦，那相对也就是想说在这边工作也方便，然后有一天就是无肉日的感觉这样子，至少让自己可以让自己有一个调整一下，至少我有不吃蔬菜的那种感觉。这个礼拜1、礼拜4都吃素，我蛮喜欢吃素的。然后长春的以前我在台北新店也常去吃，我是从新店搬到台南3年了。每个人吃素的原因不一样从早前的宗教素，后来是健康素、环保。那现在大部分的人吃素食都是因为健康，所以我们长春健康素食一直在推这个观念，吃健康的好处边，是我们秉持了32年的经营理念。每天新鲜食材，用健康的料理手法来提供我们大台南地区将近每天有2-3千人来用餐。过年快到了，长春健康素食餐饮连锁也推出年菜组合，提供消费者除了大鱼大肉之外，另一项健康选择。今年最主要的几道好菜，我们来看一下，像我们的猴菇，我们有 XO 酱的炒猴菇，还有我们的东坡肉，我们用我们的花菇，还有蒟蒻，还有百叶，还有我们的素肉块，然后用我们的布瓦西把它绑起来，而且再下去卤，让它入味，很好吃的笋香东坡肉，还有我们的4色拼盘，你看我们的山药卷，还有我们的米糕。我们今年的很特别的米糕是用古早味的麻油米糕，就是用我们北港的麻油来炒我们的爆香我们的老姜，然后旁边搭配我们的芋丝，我们很有名的那个萝卜丝饼。有人吃素是因为信仰，有的人是为了健康，但现在也可以是因为美味的原因而做出选择。长春健康素食除了有自助餐、年菜组，现在也有推出拌面拌酱的组合，方便消费者在家就能够自己料理出餐厅的口味。记者张寿维台南报道。树德科大流行设计系的毕制展演活动移师到卫武营的艺文中心，
学生将以动态走秀的方式展演自己设计的服装，其中第1名的作品还获得高雄时尚大赏的金赏奖。每组同学都将4年所学展现在这次的毕制展演上，相当的有看头。记者会上，6组同学先以走秀方式展现自己设计的服装，设计理念还结合时事，从救难队和登山服得到灵感，设计出有机能性又有时尚感的服装。然后我们的布花也是用了一些救援所用的一些工具啊，像是指南针啊、雷达啊这种去创作一些布花，然后配上这种大胆的颜色，就给人一种冲击的感觉。然后我们的色系主要是分成浅色系与深色系，这是从南极的特殊景观极夜跟极昼作为此次的主要核心。服装材质上多处选用反光材质，像是想表达那种极地严寒的感觉。还有一组硕士班学生的貌似作品受到评审的青睐，将与系列服装合作应用在舞台上。对于应届毕业生的服装设计作品，评审都给予高度肯定。这届的学生上面呢，在整体系列的发挥上面都非常非常完整，然后成熟度也非常非常高。那我相信在台湾的时尚产业上面，我相信他们在而后呢投入在整个流行产业上面，我相信有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发挥空间。然后同时也欢迎他们投身在台湾时尚产业。为了让流行设计系的毕业生有更好的展演舞台，树德科大今年特别将毕制展演活动移师到卫武营艺文中心，分动态、静态和论文3组作品呈现。本身在学校学的技术产生出的一个作品啊，在外面是非常的这个 popular 哈，是非常的受欢迎的。那当然，这身价都很高了哈。这个身价本身也就是他的一个学习成效到了职场上的展现。好，那今天所有同学的作品。都是经过1年的这个专题的制作，然后辛苦奋斗，然后今天把它这个4年来的这个教学的所成然后来呈现给大家。不论是服装、织品、饰品和整体造型，在老师指导和同学相互切磋下，应届毕业生将4年所学完美呈现，期待未来能够在更大的舞台上发光发热。记者潘志光、赖昌邦高雄报道。位处工业区旁的大林埔，小吃美食其实非常的多。有一家在转角的香菇肉羹小吃摊，老板娘十分的热情，招待客人像是自己的朋友一般。而这一味的传统肉羹，更是让居民以及附近上班的民众难以忘怀。鱼浆混入肉末与香菇末，一颗一颗拨入锅中。老板娘林水梦凌晨3点就起床备料，每样食材都讲究新鲜度。一大锅的香菇肉羹在大林埔飘香25年，不论是已经迁村的红毛港居民，还是在工业区上班的人，都相当爱这一味。我在炼油厂已经10几年了中午的时候都会过来这边买，很满意而且又懂个秀所以就会常过来。红毛港还没迁村的时候，我差不多很早就生意就很好了，但是他们迁走了以后，他们有的还是会跑回来吃啊，跑回来买，还说那个古早味还是这边的比较有味道。老顾客亲切的问候，从客人变成了朋友。林水梦说，甚至在忙碌的时候，熟客都会拿起勺子煮面。这片土地的人情味让他非常感动，也相当喜欢。伊若来，我家己煮做袂赢，人客若来就看着讲，哎呀来我家己煮，人客就像咧朋友啊，像咧家己的人啊呢啊，拢足照顾阮的啊。结婚之前迄个是上班族的啦，迄个。结婚了爱饲3个囡仔，所以讲加减啊做，等伊做了，伊也有兴趣，等人客伊也无敢气嫌，安尼咱就加减啊做，下袂赖，因为若吊困唔知要创啥话，所以就只好加减啊做。用这个好手艺，林水梦养大3个孩子，虽然辛苦，但是她乐在其中。林水梦强调，这一碗羹都是食物的原味，只用盐来调味，客人也大赞，口味不咸不淡，很适中，简直可以说是工业区旁的补给站。像我伫中港咧做外包商，就家己直接买啊，我会当啊。确实，伊的羹真好食，我食惯势啊，佫俗啦。伊会照顾咱遮一般的遮落工的啦。懂那个熟就对了，那个口味很重要啊。如果不习惯的话，就会找一个地方去买。这是我们大林埔这边一个中餐的补给站，很好的地方。
除了招牌的香菇肉羹之外，这间位在三角窗的小吃店还有很多品项。老板娘也说，如果大林埔迁村，还是会想继续做生意，不仅延续这个古早味，也让自己做吃的这项兴趣能够继续下去。记者张世明、林嘉义高雄报道。为了响应世界的人权日，高雄市教育局开办了国中小的绘画竞赛。10日在桂林国小举行颁奖典礼，以人权宣言的30条指标为主轴，学生们发挥自己的创意，每幅图画都充满故事性，也借此让孩子们了解每项权利所代表的含义。一幅又一幅五颜六色的图画，表现了各种人权的含义。12月10日国际人权日，高雄市教育局在桂林国小盛大举办人权教育宣导绘画比赛的颁奖典礼。不论是以海报还是4格漫画的方式呈现，孩子们都充分展现出自己的创意。各位可以看到今天现场的那个展示的绘画，其实议题非常多元，几乎所有人权相关的议题都已经被涵盖进去，然后笔触啊、用色啊、创意，其实都非常的生动活泼，所以这其实也是达到我们教育局跟学校一直在推动的，希望人权教育不只是口号或者是教条式的宣导，而是真的能够走入孩子的生活，然后让他们从生活中有体验。画一个地球，然后呢，上面有不同的种族的人，然后还有这边都是那些他们想要可以自己选择自己想做的工作，每个人都可以选择自己想做的事情，然后就是人权这样子。30条人权宣言对学生来说艰涩难懂，但透过画图的方式，能够进一步的理解权利背后的意义。在颁奖典礼中，指导老师与家长也一同共襄盛举，现场气氛十分热闹。透过画作，其实我是觉得可以让孩子把他心里面想的东西画出来，所以就像今年有30个主题，其实参赛的作品里面大概画了29个。就是说，每个小孩子对每个人权的指标是有不同的感受。今年特别把他们做成了明信片，可以把它做一个文创产品，自己可以纪念起来。那今天也请他们要寄信，回去给自己做一个永久的纪念。那包含我们胸前我们都有做一个人权的徽章，小孩子上面也是用他的画作来制作的。桂林国小也发挥创意，将作品客制化变成胸章，还制成明信片，让小朋友可以在现场将自己的作品寄给亲朋好友作为纪念。透过绘画竞赛的方式，落实学校的人权教育，同时也奠定孩子们人权观念的基础。记者林嘉义高雄报道。感谢您的收看，祝您有个愉快的周末。我是刘品言，我们下次见。